比如讲迄真正吼足坚心的，对道真正吼足有信心的，心中真正有真理的，拄着代志拢袂起卖完的，拢袂发牢骚的，拢无发现的，那安尼吼拄着危险比较常见。所以讲咱来讲，较早人就是安尼咧行道。咱莫讲啥，咱就讲如来佛也是安尼。如来佛当时伊本来是一个王子嘛然后伊升道了，夜到明星得到道了，开始伊嘛是说法的。下面时代地主，下面种地主，下面500多项，大家嘛是伫遐说法，研究一，伊嘛是安尼做啦。咱来讲六祖，咱对六祖就作熟悉。六祖下面地主，下面东边去来请教迄上师，大家嘛是伫遐咧论道，因咧传道的当中，就是借着论道，借着研究真理去传这个道，若无传道叫三秒钟传道。毋是传道啦，当点转去传的，是点的了，咱都无啥了解，所以讲爱借着研究，互咱愈了解。其实道理咱毋是，咱愈研究道，咱愈了解讲原来道就是我自己，原来道就是我家己的真面目。咱真的真面目，咱的良心本性拢甲藏伫边啊，拢用我家己的思想、我的人生在做代志，所以讲一定爱学道，咱甲有求知的当中。咱巴肚来到外面，这是第2点啦。跟着第3点。
伊无去哦射去哦，无去哦钓去哦，真正顾无好个哦，安尼就是对啦。安尼啦，搁来讲修身者定，吼，修身啊吼，松心财能修身。这个心修倒转来，哦，啊，无咱的心可能拢向外咧走走啦，爱的阿讨厌的，对迄个做体人出来，哦，对个心想我啥物外口做个做面面，咱一大堆就对啊，咱通把心倒转来，好好来看家己，修身才能修心，心修倒转来，到我到修这个心，甲真正叫做心道。这个心若修袂倒转来，看的拢惊注意外口，安尼吼，道心袂好，道心袂好，所以讲而且讲修身者定，修心嘛吼，啊对对啦。那么修心者能到我度呢清心，心若无修，心才会清。颠倒边讲啦，心若无修，心就袂清。所以讲心要清是较简单的，咱就感觉，感觉讲心要好清是较简单。除非这个人过去是真正真足好，真正有修，伊拢免相信吼，伊的脾气面方面足少的啦吼，伊拢轻易都提心放眼啦吼，佫无袂发言无发牢骚吼，真正有这个人拢伊拢免修的哦，本来就拢遮好啊，对啦，无半点的毛病就对啦，佫敢为着提心放眼，食足侪苦以后，感觉怎就对啦，哇，这个人真正是真正足不得了的，真正足不得了，过去是个经济那么咱心爱修，心爱清，所以讲这个心呢叫清吼，讲起因为咱人总是过去世所带来足侪业力，这个业力就互咱的心